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万科又跟金主爸爸借钱了。万科 A 今日公告，向深铁集团申请不超过62.49亿元借款，没钱就跟爸爸要，这个还不错。这是2025年以来深铁集团第6次向万科提供股东借款。此前在2025年2月11日、2月22日、4月30日、5月15日、6月6日，万科分别公告称，深铁集团向其提供股东借款28亿元、42亿元、33亿元、15.5亿元、30亿元，借款利率均为2.34%。据此计算，年内深铁集团已向万科提供211亿股东借款，有个金主爸爸好，可以无限的续杯。关键他这个利息很低，2.34%。深铁集团是什么？深铁集团就是薇薇老师说的大头，那是国有的，全民的。他大股东是深圳国资委，属于深圳国资委的，那不就是大头的吗？就要让韭菜认识什么叫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有的是钱，就是这么任性。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深铁集团他自己有这么多钱吗？211亿，就他这个钱从哪儿来的？深铁集团呢，毕竟不是银行啊，他自己自身，地铁大家也心里有数，地铁都是在赔钱嘛，地铁都是靠政府补贴，这个地铁赚钱都是靠什么？靠他本来就是靠房地产火的时候，沿线开发房地产，地铁把它合到一起一算，赚钱了。你如果仅仅说运营这个地铁，那肯定是赔钱的。就是说，深铁集团理论上应该也压力非常大，叫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完了，他后面还有这么大一个拖油瓶万科，所以他从哪儿搞211亿，以2.34%的利息借给万科，这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值得这个深思。第二个，万科这是个无底洞，还要借多少？这短短的半年里面就借了6次。211亿，后面是不是还要借？再借，大家一定要想象一下，就相当于万科的债权人把自己的债都替换到深圳地铁去了。那如果我是银行，现在万科在我这儿有贷款，我一定会把这贷款收回来。你跟深圳地铁去借，到我这环节了，我先解套，我走了。至于你万科以后这个暴雷或者什么，跟我没关系。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是个负责任的债权人，你一定会这么想。有人给你垫钱了，你后面一个金主爸爸无限给你续杯，那赶紧把我放了呗。所以银行、其他的债权人、上下游的什么承建商，都得让万科你赶紧把钱付钱。最后债慢慢的都得由大股东深圳地铁来还。本来是所有的债权人叫同舟共济，大家都坐在一条船上，这只能说我们都能忍一忍，没办法，谁第一个跑，谁第一个要钱，那大家都要这船就要沉。你得老老实实的，大家都得商量，不行都得叫延期或者叫什么叫续贷。但得知你有一个金主爸爸这么给你掏钱，而且已经掏了这么多了，他后面必须得掏，不掏他已经掏了200多亿，相当于深圳地铁是不停的在加仓，那他不跟低保老人一样吗？越加越多，这就是第二个问题。那深圳地铁你后面要背的债就可多了，你就源源不断的借啊。这么不停的加仓救万科的意义在哪里？就万科为什么不能破产重整？说来说去啊，还是一小撮人控制了大头，所以他任性。就像当初深圳地铁贸然的从华润手上，从什么恒大手上成为万科的大股东，这本身就很任性，现在还继续任性。我相信越救最后越发现它就是个无底洞。另外一个，万科现在在各个地方也开始拿地。他并不是不拿地，他在有一地方，比如说在这个石家庄，一下就拿了3块地，总成交价将近9个亿，一边跟大股东借钱，一边还要拿地。现在全国楼市这个现状，你跑到石家庄拿地，到底图什么呢？另外，从沪市万科的股票走势也能看出来，资本市场并不看好万科。所以说，我替深圳地铁捏了一把汗。网上有一个小道消息，也不知道真假。说是路透社的消息，说自2021年以来，62家中国开发商
境外债券的投资者们，仅收回9.17亿美元现金。就62家开发商一共从海外就是境外债券发行是将近1500亿美金，但是兑付只有不到10个亿，违约总额99%。有网友就说了，这就相当于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把1840年以来被列强抢走的钱，都已经通过这种运作给他拿回来了，还不止。这个说法也很有意思。换个角度看，房地产开发商借了这么多美元债，现在反正都爆雷了，还不了了，因为风险自担，投资有风险呢，1500亿美元。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开玩笑，因为1500亿美元里面很多实际上都是国内的钱，绕来绕去绕到海外，还有很多国内这个企业的钱本身就在海外，他也没地方投资，因为他也要保值增值，所以他绕道又买国内的房地产发的债。那时候发债的利息比较高，9%、10%，所以认购美元债的很多是咱们自己的钱。真正说老美或者是加拿大人买了多少这个美元债，日本的养老基金还有加拿大的吧，反正他们倒是买了不少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这个差不多是割了一刀。你比如说你买了恒大的，恒大从最高20楼现在变成4毛还是几毛，反正没钱了。总之，目前楼市情况，玩命的这种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去救万科，这个风险还是非常大的。能救多长时间？网上有数据说，目前中国1线城市房价已经普遍回到了2016年以前。根据这个跌幅排序，深圳是跌了39.3%，排第2名的是广州，跌了32.9%，上海是跌了30.6%。北京是跌了29.5%，香港跌了28.8%，统统的已经跌到了2016年以前。从最高点调整下来，深圳跌幅最大，接近40%。实际上，他说的是个平均值。那言下之意，深圳有的地方恐怕早就腰斩、膝盖斩。那上海也一样，上海呢更是有的地方恐怕就是脚踝斩，因为它还有很多核心区，那房子的日光20万一平。这些房子还在涨，所以上海平均房价下跌30%，那不就意味着有的地方恐怕都已经脚踝涨。对深圳来说，40%是一个平均值，意味着部分被爆炒的区域和楼盘跌幅更夸张，比如被投资客疯抢的福田八卦岭宿舍、南山的月亮湾花园、宝安的花样年花都，跌幅都在60%以上。说到广州下跌33%，我们看看，正好有个广州的一个小哥他买房子这几年他的心路历程，他所受的教育，大家看视频。2年了终于把它卖掉了。这个花了将近180万买的房，现在卖出去多少钱知道吗？70万。这是我19年在广东买的一套房那个时候是一个高峰期。买过来以后呢，这个房子还涨了很多涨了一个70、80万，后面一路下滑。当时为了去买这个房子要求非常严苛地理位置也比较好，因为它离地铁不是很远。23年的时候150万它没卖掉，到了24年的时候我们直接掉到了100万，到了今年的开年以后，那边房价已经跌到了90万。90万以后没人看，我一把它挂牌又下调了10万、80万。80万有点能看，但到了这个月以后，直接我又给它调到了70万。真正70万谈到后面，人家客户直接给你砍，知道没有？终于出去了。很多人以为房子说我们当地也只跌了差不多一半，其实不止。你真正的成交的时候，绝对不是这个价格。他客户随便一砍就是5万、10万，你不信等着瞧。这个房地产彻底降幕了，果然成了马云说的以后的房子真的是白菜。我为什么决心一定亏这么多钱，一定要把它卖掉呢？很简单，一个现在行情你可以看得到，第二个那个房子造的太多了，根本就用不完呐。还有一个就是人口急剧下降，未来根本就没有人去接你那个盘。还有第3点就是我们这个房子未来是越来越老，你不卖掉肯定是不值钱，会砸在手上的。据我目前
跟房地产那些专业的人在一起聊啊，现在的房子出来都是没有公摊的，知道没有？变相的增加面积。我们当时的公摊是非常大的，他们现在把那房间做得大，阳台也做得非常大，人家90多平方都能干到3个房间。你想一想，人家只考虑卖自己的未来的房子，根本就没有想过你们手上的这些二手房。千万不要做那个白日梦了，懂吗？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房产税，我预计很快在1、2年之内就会出台，因为现在地卖不动了，他们也没粮食了，都不住。不是他们不想出，是实在目前这种环境他出不了。要是等到这个雷砸下来啊，那房子我认为啊，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我这个是深有体会的。我19年买的，现在我光物业费你不住你也得交物业费。很多人说我出租，但是我这个房子买过来那一年的话啊，是口罩，没有办法，对吧？所以说等到过去以后呢，我们也没装修，毛坯根本就不好租，所以留在手上果然是烫手的芋头。经过这几年现实的打压和磨练，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你不管拥有多少套房，你最终还是住这么一套房。我知道我发这个视频又有很多朋友会嘲笑我，谁叫你去买房去炒房啊，亏了活该，对不对？但记住了，我这是贬值降价，我不是破产。今天我发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想告诉我所有人，我们80后也好，70后也好，我们的这个游戏结束了，这就是一个套人的游戏，它套住了你全家的口袋，透支了你的未来。在这场参与这个游戏中啊，大部分人都是遍体鳞伤，有些倾家荡产，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现实。其实每个人的成长啊，都是经过不断的磨难和历练，你才会看清当今这个社会和现实。那也有很多人说，你这么聪明还会上当吗？那错了，我也是个人，我不是个神。何况我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也就30多岁，对不对？我只是比一般人做生意啊，比较那个一点，醒目一点。但你若连这个房子、保险、有背景、有牌照的你都不相信，那你还能相信什么？没有办法，所以现在才看清楚它呀，也不晚嘛。所以我现在想清醒人生啊，我发视频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跟我一样提前清醒，不要误入歧途。我这个是爱说真话的自己，也是一颗善心，希望你们能理解。广州的这个小哥啊，痛彻心扉，这个说的话都咬牙切齿的，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好在他只是亏损，他没有破产，这个确实，这个也就是说他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他也就是亏了110万而已，并没有把他由于这套房子投资失败而破产，这是不幸中的万幸。那些指望着买房子赚钱的人，确实还是把眼睛擦亮。这个小哥说的很多是非常有道理的。你比如说，因为现在政府都在提倡盖好房子、第4代住宅，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在降价，实际上就是在提高性价比，不就是变相降价吗？变相降价，就你那些二手房在手上这些房子，你还不降价？你那房子品质跟人家没法比，你那房子还有这个叫公摊，人家的房子都是120%的得房率，你怎么跟人比？所以这些二手房那都它是被逼降价，你不降行吗？不降有人买吗？没人买，越往后越这样，因为新的项目全部是第4代住宅，都是好房子，总之比你以前的房子要强，性价比高得多。所以很多买二手房、炒房的，统统被套住，一个也别想跑。我一直说，你买了房子，你只要一买，你就开始卖不掉了，就开始贬值。但是你不买，你看那个项目好像都在涨，挺焦虑的。但是只要你买到手那一开始，你说你想把它卖掉，对不起，你已经开始亏钱了，你还想涨价，还想赚钱，那都是白日做梦。3联生活周刊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说一辈子租房不买房真的可行吗？这个话题咱们以前也聊过，我们看看这3联生活周刊它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一直以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一定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租房只是人生的过渡阶段。不过
新一代年轻人开始逐渐改变传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为一套房子将自己一辈子套牢，反而更愿意选择自由的租房生活。说有一项调查显示，国内有40%年轻人愿意终身租房。文章开始说最近2年国内房租价格持续下降，而且降幅越来越大。这个咱们也说过了，咱在节目里面不厌其烦的说，咱们在北京的房子房租都直接降1/3。随着租房市场供求关系逆转，对于越来越多不买房子甚至打算终身租房的年轻人而言，一个租房友好型的时代正在到来。所以说，当大量年轻人个人经济稳定性降低，对于租房的需求也就随之下降，能够啃老的就挤在父母家，在外打拼的选择更多人合租，尽量降低房租支出。不只是年轻人，很多中年人也同样面临工作和收入不稳定的压力。这些没有买房的中年人在现实压力面前也开始租房降级。文章说，由于这个房子现在越来越不好卖，房价下跌，所以导致用来出租的房源就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房东他本来是把房子挂出去卖，要挂出去卖得快，他就不租了，要不然很麻烦。那现在因为他卖不掉，他房子又拿出来租，边租边卖，所以这样用于出租的房源就越来越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这个房源大增，用来出租的房子，除了个人房东层面因素外，更大的影响还在于国家这几年大力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随着保障性住房大规模入市，无论是从供应还是价格，对于租房市场都带来巨大冲击。从更长期来看，随着人口总量下降，房源供给越来越多，将来的租房市场将越来越有利于租客。当房子除了居住之外的附加值变得越来越小，长期租房也就变得越来越可行。对于租客而言，租房有一大挑战在于不安全感，因为租客和房东地位相比处于相对弱势一方，所以会经常遭遇随意涨价，甚至被要求提前终止合同等等。由于基本权益难以得到保护，长期租房难免会有不安定感。租客和房东之间的地位不平等，一方面是缺乏足够的法律法规来保护租客利益。租客和房东的地位不对等除了制度层面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去的租房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房东的房子不愁租，所以租客处于弱势一方。文章最后说，他说随着未来住房市场供求关系逆转，当房子越来越不容易租出去的时候，房东和租客之间的地位就会开始变化。市场之手会让租客的地位得到提升，对于那些不愿意或者买不起房的年轻人，终身租房就会变得更加可行。观点他认为，由于主要是租房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化，过去租房住的种种不便、种种不安全感，这个就随之消失。再加上国家的保障性住房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些原因使得年轻人终身租房成为可能，你就不用买房，你就租房住。但是我对这个说法我是不赞成的。年轻人年轻的时候租房没有问题，但是你说一辈子租房，年轻人不可能一辈子年轻，年轻只是一个过程，只是个阶段了。年轻人也有老的时候，年轻无非就那20年。所以年轻指什么呢？年轻人一辈子租房，那前提条件是年轻人一辈子年轻，怎么可能？现状你到了60岁租房就很难了，你80岁再租房，你看谁愿意租给你？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也不愿意结婚，那更不愿意要孩子，以后恐怕老了，到了60岁往后都是孤单一个人。哪个房东敢把房子租给一个7老80一个老头老太太？那年轻人到了退休60岁，你就想办法把自己送到养老院。如果你要到养老院，那你现在还得锻炼身体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对吧？如果到了养老院你不能动，你躺在床上，你指着别人给你翻身是吗？谁给你翻身？你指着护工帮你翻身是吧？隔半小时翻一回是吗？完了你还得练核心，万一你夹不住，动不动拉裤裆里面，谁帮你收拾？所以还得锻炼身体。年轻的时候被当作牛马，被盘剥，被剥削，老了还得挨这个护工的揍，这不就是悲惨的一生吗？实际上现在讨论说年轻人一辈子租房不如买房，那是他有个前提，那个前提他潜台词就是年轻人买不起房。
那房子很贵。所以前提它实际上是它是个伪命题。大家仔细想一下，现在年轻人不买房，坚持不买，大家韭菜都不买房，但房价它稳不住啊，房价它一定会往下跌，跌到什么程度？跌到你买得起，也就是它房价要么就是房价跌，要么就是你收入涨。韭菜的收入和房价一定是越来越接近，要么你房价不降也行，那收入涨；你韭菜收入涨不了，那就房价跌，结局一定是这个，你不用担心。因为现在房子是供大于求，人口是在下降的，而且年轻人你老了，你买套房不是什么难事。你现在买不起，仅仅是因为你上班的那个地方房子贵，你买不起。你上班只能跑到北上广一线城市，或者杭州或者成都，而且你上班的地方都是核心区。你要想在单位附近买房，你说那不贵谁贵？所以说你买不起房，是因为你在一线城市，在你上班的地方，在你单位附近买不起。真要等你退休了60，你怎么可能买不起房？鹤岗的房子才10万一套，2、3万你都没有吗？那个就是广东清远，对不对？那10万一套的房子也很多。惠州海边风景不错的，现在30万就能买一套，以后恐怕10几万也能买。所以说现在这个文章他就没有考虑清楚。所以年轻人也不用担心什么一辈子租房，要坚信这个房地产什么人能稳住，那就是韭菜的收入跟房价之间越来越和谐，越来越般配，越来越匹配，那房地产自然就稳住了。刚才那个广东小哥啊，为什么亏110万把房子往出卖呢？他不就是因为他房价还要跌吗？在这个基础上他还可能要腰斩，所以他就往出卖。你想想，在这个基础上还腰斩，那房价得多便宜了。那个时候很多韭菜，很多年轻人恐怕就买得起了，买房的压力就不大了。至于房产税，这个现在说还太早。房产税要出台，一定有个标志，有个前提，前提就是政府手中的土地储备大幅度下降，政府已经货出完了，开发商手中房子也卖完了，不能说全部卖完，至少库存下降一大半。现在我们的库存是连创新高，也就是开发商手上拿着这么多房子没卖掉，完了有专家大聪明，还让政府发债把这房子买走，大量的房子在政府手上。这个时候他会出房产税，把房价打掉一半，是吗？那政府这回真的是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所以说出房产税一定有一个前提，政府手上土地储备已经出的差不多了，七七八八的，这地已经卖的差不多了，这开发商手上房子也忽悠韭菜接走了，库存大幅度下降。这个时候像那套子给韭菜已经套上了，这时候再说使点劲拉一把，出个房产税勒一勒，这才有可能。现在套子还没给你套上，你说那边就要勒了，那有什么用？不勒个空吗？不勒政府自己吗？所以你只要看到房地产的库存还在增长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你要一出房产税，那开发商手上房子更卖不掉，那不更多的房地产企业暴雷吗？那不是更多的银行房地产企业一暴雷，银行的贷款怎么收回来？你看看一个万科，就万科玩命的往里扔钱。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